關於咧係醫管局嘅出年元旦起啊，即係1月1號咧就開始收呢一個嘅即係藥物方面啦，有一個嘅收費會實施啦。咁嗱，其中嗰個唔同係點樣咧？譬如專科門診嘅藥費咧，會係收費單位由16個星期啦，就縮減到4個星期。咁亦都會藥費嗰度會有增加啦，去超過4倍嘅。另外家庭醫學門診咧就每種藥5蚊，專科門診就每種藥由15蚊增加到去20蚊咁，咁當中都有一啲即係叫減輕一啲病人負擔嘅措施啦，包括有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啦。咁另外都會話喺一個機制之外咧，都會有一個1萬蚊嘅全年收費上限嘅咁。咁市民就可以通過 HA Go 啦，同埋醫院嘅繳費處申請咁，有一啲咁嘅措施。點睇17231 17231？講緊呢個1萬蚊收費上限，其實都係只要話市民係接受合資格嘅醫療服務嘅範圍啦，譬如住院啦、急症啊、專科門診啦、家庭醫學門診啦、公私營協作計劃等等咧，就唔需要經濟審查。頭先都話可以係申請到㗎啦，咁不過就要市民自己去申請嘅咁。有關於整體呢一個嘅出年元旦起實施嘅即係公營醫療服務收費嘅計劃啦，點睇17231？呢個時候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醫療衞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玄，早晨。早晨，早晨。新嗰個收費安排其實都講好一輪㗎啦，咁不過真係就快都實施啦。你自己點睇而家嗰個嘅收費安排，同埋對一啲病人嗰個影響係點？嗱，咁再講一次咧，就其實今次嘅改革咧有兩部分，好似頭先你講過啦，一部分咧就係嗰個費用嘅調整啦，另外一部分咧亦都係同樣重要嘅，就減免機制係擴闊咗好多嘅，咁令到更多有需要嘅人士咧係能夠攞到個減免。咁就住呢一方面咧，其實喺呢處都呼籲一下，如果係本身已經有一個醫管局嘅覆診日期嘅人士啦，佢都可以咧係去醫管局同同事傾咧，就係即係提交定一啲申請，睇佢早啲係知道咧自己可以獲得幾多嘅豁免，咁就到時真係去睇醫生嘅時候就唔使太擔心啦。咁亦都我哋關注到咧喺現階段咧，即係仲有大概2個禮拜到啦，就會實施。咁我哋關注到就係醫院嘅同事係咪準備好啦？咁我哋收到嘅信息嚟講咧，好多醫院已經密鑼緊鼓。咁但係呢個最尾2個禮拜都爭取緊時間咧，希望同事咧多了解個程序啦，同埋係多去熟習，到時係遇到嘅情況時候點樣同病人去解釋。咁亦都希望病人到時唔好太過擔憂，因為即係如果係任何申請都未做嘅人士咧，其實第一次咧都係可以先睇咗醫生先，之後咧再會做翻個減免嘅。但係你對於市民對呢個新收費嗰個熟悉程度啊，或者一啲了解程度究竟有幾高，怕唔怕都會有一啲即係理解上面嘅落差而引致嘅問題咧？嗱，如果你叫一個市民佢成個改革嘅內容都熟悉晒咧，就好難嘅，亦都唔需要嘅。最緊要知道自己用開嗰個服務嘅變化係點樣時候最重要。咁我諗好多人士都係用緊個專科門診嘅服務，咁專科門診嗰處嘅收費調整要知道啦，自己係咪得到減免要知道啦。咁呢個先係最重要啦。有冇啲乜嘢可能都要加強解說嘅？你覺得有？加強嗰處，我諗就係去到真係見醫生、睇完醫生攞藥嘅時候，即係到底嗰個減免係得到幾多？幾時可以知道？要遞交啲乜嘢嘅表格？要去邊處申請嘅？呢個我相信係每一個市民都會好切身去要求，希望知道，亦都係好合理嘅一個要求。咁我諗同事而家都係密鑼緊鼓去處理緊，即係到時一開始咧，應該就已經係好清楚話俾市民知。咁亦都當然啦，即係如果有啲醫院可以自己喺呢個階段咧，係做一啲演練嘅時候，亦都更好，因為我哋真係可能會出現好多唔同嘅情況。咁亦都希望市民諒解，就係即最初頭嗰個階段，如果係可能有啲比較上好似做得慢少少，唔係即刻去幫到佢都理解咧，係一個新嘅幾大嘅改變咧，係一定會有少少時間嘅磨合嘅。你自己覺得喺新嘅收費之下啦，係咪真係可以做到譬如減少一啲浪費或者病人囤積過量嘅一啲藥物等等嗰個情況，或者個藥物開支嗰度減到幾多咧？咁因為譬如喺個收費單位嗰度，譬如專科門診啦，咁一來個費就加咗啦，咁二來都喺嗰個單位上面咧，由16個星期縮到4個星期啦，等等呢啲措施，你自己覺得做唔做到頭先講嘅目的咧？減少浪費方面。
我哋希望係得嘅。佢、嗯、所謂減少咗嗰個星期咧，係即係每一批藥價嗰度價錢嗰度減少，佢一樣可以俾翻好多，即係可以一樣俾翻24週嘅藥個病人，如果有需要嘅話。咁但係希望病人就係都停一停，諗一諗，咦呢個藥其實都冇乜食㗎喎。譬如有啲係我哋需要使用嘅藥物，係咪可以真係唔攞咁多咧？咁變咗同醫生講咗咧，咁希望可以減少個藥物囤積同埋藥物浪費。咁呢個好重要，因為你睇我哋嘅數咧，其實都好大。咁我哋希望咧將公帑唔係話用少啲，而係擺喺有需要嘅人身上面。所以佢成個計劃除咗你話係喺藥物啊等等嗰處咧費用調整之外咧，就係令到一啲有一啲昂貴嘅治療、昂貴藥物咧個幫助都係多咗嘅。因為我哋知道有啲人士咧，雖然佢本身都唔係最基層，佢本身都係都幾好嘅中產都唔定，但係啲好貴嘅藥，一個月可能要成超過1萬嘅自費藥物咧，有時其實佢哋都困難。咁喺嗰方面，如果資助我哋都係增加翻咧，咁即係可以幫到更多嘅人士，即係變咗係貴嘅治療，我哋係可以多有幫助；而一般嘅治療唔係好昂貴嘅，因應市民嗰個能力咧，我哋係希望佢有能力嘅時候俾翻多少少，其實係咁樣調撥嗰個資源嘅啫。但係而家具體有冇講話我因為加價而多咗嘅一啲喺藥物上面嘅收入，係會直接撥入去其他嘅一啲資助計劃，資助啲病人去買一啲貴啲嘅藥？有冇一個咁樣直接撥過去嘅講法㗎？我諗唔係撥唔撥過去啦，即係就係你係得咁多錢，你點樣用嘅啫？咁而家即係你見到過去一年。醫管局用喺藥物嘅開支已經係120幾億，咁都幾多噶啦。即係往往嚟講都係1/10甚至更多整個醫管局嘅開支。咁我哋唔壓縮個開支，咁我哋就但係將個資源導向有需要嘅，呢個必須要做。咁其實你唔需要話點樣撥，而係當我哋呢邊加咗，嗰邊減咗，嗰邊機制減免機制提升咗，自然啲錢就會流向咗去支援嗰方面嘅。頭先另外都講到啦，就係因應嘅公營醫療收費嘅調整啦，咁亦都話除咗個減免機制之外，有個1萬蚊嘅全年收費上限。咁醫管局喺上個禮拜都有公布嗰啲嘅即係具體一啲嘅安排啦，就話市民要通過 HA 高啦，或者喺醫院嘅繳費處自己去申請，即係總之好強調係自己去做嘅，要自己查詢翻，譬如累計用咗幾多，即係做咗幾多已繳費用啊。咁你點睇呢一個嘅安排咧？即係要市民自己主動去做，有冇一個難處，或者對某一啲病人嚟講未必咁容易做到咧？1萬嗰個上限係要申請嘅。咁如果你話唔係病人自己去做，咁你話係嗰個照顧者攞住啲資料去做，我諗應該都得啩。即係總之都係要親身去做嘅，就係 HA 高上面做先可以。如果唔申請嘅時候，咁就可能會過咗額，係冇得入去有封頂嗰個數嗰個措施俾佢都唔定。咁但係你話如果唔係親自去做，咁又點樣做咧？你完全自動嘅機制亦都未必係最合適，因為我哋都係始終個原則就係有需要嘅人係可以申請。咁你有需要都係自己先知嘅嘛，或者自己嘅身邊嘅照顧者會知啦。我諗係咁樣會比較合適啲少。但方法一定要係多同埋方便啦，即係你可以通過 HA 高就係唔使親身啦。咁如果你係唔熟習嘅 HA 高嘅時候，睇醫生嘅時候，睇完醫生時候申請嗱，最緊要咧就唔係話每一次要申請，亦都唔係話年初嘅時候要申請，而係今年嘅開支咧係去到出年嘅第一季結束，即係3月31號之前都可以申請。咁就變咗咧，其實個時間都係比較上充裕，亦都唔需要話今年開始咯。咦，我今年會唔會有事咧？我今年會唔會要用錢咧？就唔係嗰個時候去諗，亦真係用咗。哎呀，原來我個病都會需要貴啲嘅時候咧，咁你之後一路去到出年嘅3月31號之前都可以申請。咁我係理解有啲人士可能佢係比較重病喺醫院嗰處唔能夠自己行落去申請，咁我相信係照顧者幫佢做應該可以，亦都有社工幫手嘅。即係醫護社工可以幫手嘅，係咪㗎？應該可以嘅。即係你可唔可以上病房幫手咧？我諗呢個即係如果暫時未有咩安排嘅時候，到時一定需要安排翻。OK。嗱，另外除咗話病人之外咧，其實前線嘅醫護對於新嘅收費有冇啲咩關注咧？關注嘅，因為其實突然間咁大改變咧，有時而家人手其實都唔係好充裕啦。咁多咗一項工作咧，我哋都擔心嘅。即係擔心就係第一未係熟悉啦，第二就係多咗好多申請嘅事項要做，以前冇嘅，以前你淨係照顧個病人，已經做到唔係好夠時間嘅。而家多咗啲要話俾你聽點樣申請個減免嘅時候咧，其實係對前線工作一定構成一定嘅壓力嘅。咁所以都希望即係市民係理解初嚟講，如果
為慢咗少少嘅咧，都知道因為我哋真係要適應下新嘅政策啦。咁亦都係希望醫院而家都盡力係去幫同事手去熟悉嗰個政策，到時即係推動嘅時候咧，都唔好話太過辛苦。即係呢個我哋係關注，尤其是而家人手嗰方面，我哋都知道咧係仍然係相當之緊張嘅時候嚟嘅。OK， 好啊，唔該晒林哲玄醫生。林哲玄醫生咧就係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啊。頭先都講到咧，譬如專科門診嘅即係收費單位啦，16個星期縮減到去4星期啦。其實係講緊一個收費單位，即係話病人咧係唔係話要每4個星期咧就要返醫院攞藥嘅，咁最多咧以可以攞到咧24個星期嘅藥量咁，有需要亦都可以咧係一次過配發所有藥物嘅。咁之前醫管局總藥劑師崔俊明都有強調啦，4個星期只係一個收費單位嚟嘅啫。咁暫時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